我哋喊其實都係一個力量嚟嘅，因為你有情緒，你必須要俾個情緒輸出啊！如果唔係嘅話，個情緒屈喺你個心裏邊咧，唔係一件好事嘅。咁所以學會哭泣咗，學會安撫附近身邊嘅人。呢首叫做《急救學》。曾教識你，誠實遵守校訓，勇敢向前，強行爭氣。但世上已鋪滿塵，當年前曾教識你，成就不全力去愛人，但卻全身抖震，轉眼間才發現，學會哭泣，再學會安撫，別太急於解開痛苦，磨練太重，信就信廢墟。沮喪過陪我再活，學會不差，再學會忍耐的心，粉碎過後變得更近，脆弱到難以急救，如晚風回燈，緩慢呼吸跟我共振。再學會安撫，別太急於解開痛苦，磨練太重，信就信廢墟裡面有門，沮喪過陪我再活，學會不差，再學會忍耐的心，粉碎過後變得脆弱到難以急救，如晚風回燈，緩慢呼吸跟我共振。Thank you.